再來看這粒中度風颱沙丁魚，目前呢是佇個台北市東邊的海面，照伊上升的路線甲預測，有可能佇個拜三暗通過日本沖縄了後，伊就會開始走向南來挖進台灣的北部。氣象署預估，這北部地區也閣有中部山區呢，有可能是會出現大水雨的。上緊佇個拜三下晡就會發布海上風颱警報，同時嘛無排除發布陸上風颱警報。機場的櫃台濟旅客報道咧寄行李，拜二點半晡北台灣坐分到好天，不過煞落來這好天恐驚是維持無久，風颱沙丁魚豆豆瓦群，未少旅客煩惱行程會受影響。是有點擔心，但是希望就是今天早上能夠飛出去之後就不會有太大的問題。怕那個風雨太大，然後那個班機啊會延誤啊。不過南部地區是連續幾日講上大雨，一直落到呾。屏東東港的保安市舉辦中原的普渡，這水淹甲骹肉，民眾都愛浸佇咧水裡拜拜。較辛苦爾啦，啊無長到遮，車輛攏袂當入來。就增加空調的。氣象署統計，22到24暗時8點的累積雨量，屏東縣達到987公里，高雄市是920.5公里，台南市872公里，花蓮縣540公里，台東縣536公里。那目前風颱沙丁魚是佇咧台北東方900公里的所在，我郡中心上大的風速每1秒是43公尺。強度減弱做是中度的風颱，目前是一直向西北西的方向往台灣來山頂動，一直到26，就是拜三暗時會經過沖縄了後，太平洋的高氣壓會減弱，只會閣越頭向西南西的方向挖近台灣，而且佇個拜四暗時到禮拜五對台灣的影響上介大。早上8點的時候會在台灣的東北側的地方，那28早上8點的時候距離我們相對最近的時候，那如果說到時候現在目前的路徑跟它的速度沒有太大的改變的話，我們預估可能在週3的，也就是明天的下半天就會發布海上警報。氣象署目前嘛無排除會發布陸上警報，預估佇咧風颱影響之下，整體方向是偏西北風，北部地區的降雨會較明顯，可能會達到大水雨的程度，一直到中部的山區都有可能會出現局部大雨到大水雨的等級。也毋過目前嘛是要繼續觀察沙丁魚越頭的角度。氣象署給出來這個角度的話，它往南轉了之後，它的暴風圈的半徑還是會影響到大概新竹以北，然後一直到大台北宜蘭這個地方。氣象署提醒南部佇個25早起嘛是會落雨，啊若下半晡雨會豆豆減少，啊毋過嘛是要注意積水、淹水，也閣有崩山。記者綜合報道。